Sini nak aho. Aho. Ini ciri mau kita hidup lari cairnya itulah. Makanya itulah untuk sana. Awak manhan untuk anu. Amis. Ay, kaya may isok pula untuk. Untuk ikaw mo ulit mo taasay. Awal ako tamuku. Ira ka horan kamina ira tumpu makucang masyarakat mereka ku kamaku ta na ababas ku amis atau Pariwan sa Taiwan. Pariwan. Tak tahu. Antara abas apa antara Irak India masyarakat dalam itu kalau kita komisi ada itu鸦片。鸦片。对dia ho. Dia ho sama aku sama siapa yang cumi dia mana tu teman-teman ayah sama. Anis alina ini, mana salah kira tamaku, ini itu 自然出来的 tamaku。那这个啦 tamaku。那这个 tamaku，mana salah tu arahnya aku tamaku umumahan. Misalnya tu tamaku, ini kalau kira tak mana kalau tamaku, salah tu ini kira amaharateng tapi sangat tamaku. Dia awak tu makan tamaku, dan tak asal. Alam tu. Ini awal punya juga. Kaya ada ni ufang. Kaya ada ufang. Ay. Bulan. Sangat lah untuk sana. Masa untuk anak. Aku nu masa kaya ini untuk. Untuk nuที่ปรุงไอซ์นูอามิไซตัวจะเจ้า Amis untuk san untuk untuk satu untuk aku ni untuk anak punya untuk aku ni tu san anakku dalam hitam kacau untuk asal kau awal pian kan macam ini tu baru sel ani atamaku ikan anak si awal pakai untuk asal satu kapah pawarian tak nak icang sila ay full ni lah tak dapat tu untuk merayakan atamaku anak kailan atamaku untuk asal kiau atamaku ada ni那个什么，以前的烟草是阿美族的烟草是在路边都自然出来长出来的。自然长。后来人家发现，闻的时候，就像以前荷兰人在东部那个船故障的时候，他东西都搬出来的时候，台湾就跟阿美族在相抢那个东西，然后那味道，他说，Masa tu amis ni tahu mengawai 长出来的一样，他们就做了晒，把我的按呢晒了以后干，它是然后就放在这一堆里面，发现现就是好，原来是好东西，闻起来很好，很好，是这样出来的。才会做，他们才制作红豆啊。还这是看别的那个吗？是自然那个自然长出来，长的。对，我但是这边也有啊。之前我忘记不知道。 7、8月
都还在长出来。那包完这边有吗？有，有忘记拿来晒。啊，所以现在没了。那个叶子啊，现在没有。现在我已经现在没有，但是还要种。4月一直到自然它会。它自然长哎。4月到8月，我们看。它就会长出来。明年它是4月会长。那它现在就是没有，就是枯掉了。就没有。因为它有时期啊，就是枯掉死掉了。然后4月开始，它就自己会长出来。很多。很多，是哦。我忘记。那我们那时候没来不及填料到这个。真的啊，应该是要。如果谈到我就把它包起来，就来人家这样包的。现场的。就可以现成包，对，用包，然后包起来放在那个阴凉的地方，火焰的上面，这个，它的味道就会很香。哦，就是以前的味道。那我们安就那个叫，Fingus 喊过来嘛，上海做好的叫 Fingus。那个植物叫什么？就是烟草。烟草叫那个。什么菇？国语呢？国语。烟草而已嘛。不是，那个阿美语。什么菇？什么菇？不是吧？我让你来那烟草喊，让那爸爸，那过来草安个。呀，把那个玩呀。那个植物。那个植物叫。什么菇啊？是哦。就是烟草叫。你们上安院，他给它包起来，那个名称叫 Fingus。包好的。包好的。我没有看到。然后那个包好以后，要用这个就。切。对。切一节的。切来抽烟的，它这个从这个一直切到，它是一滚的。它一次做就是一捆长的。那个叶子多长，就一滚。它直接把叶子卷起来就好了吗？对，先晒干。晒干以后就一片。先就叠起来。叠以后给它滚起来，用绳子包，用绳子绑起来。滚起来。什么绳子？用什么？家里头，因为我们都会洗好。用。再等然后会起火，就挂在那个火的上面。用那个烟。让它干。给它保持那个新。干的。保持那个味道。然后要抽的时候再切，然后再放进去。以前的老人都是这样。以前是这样。好，这个是不是umangku lah sebisa lah untuk mengenai awalan. Umangku mata tutulan. Umangku ma'arawai tiawi. Saya awal. Mafana saya kilang. Mereka kakak bilang in的木头。是什么？就是不真的就小刀，小刀，那个工具那边，这样子我们就就像做那个毛子一样，那个我打算掉。我awal aja bisa pisang啊。掉有awal aja，比较快，干嘛到可能然后越看觉得手发什么不热，他就用拉米，他就用那个根比较耐，不会烧掉，不热，不是很硬，它硬是它用拉米。用拉米比较不容易烧掉。然后这个很难，这就是他们会冲动，烧火，烧火，一直动，对。用火然后这样烧。用火机。里头。有个喊。是用铁的东西烧。大的。我放下来就可以。就是整个穿过去的。那个烟草放在哪里？这边呢？这边要挖洞啊。然后就塞在这边。塞在这边。后来他们越来越讲究，是做了这样的。
早期是用尿这个做，早期是一定要用根，以前是用根，现在就是比较讲究一点，要好看，它是用这样子，然后放着。因为我没有工具，我没有办法做，没有工具。应该这3天我才能有跟师母器材到复兴乡。复兴乡才。很多。对啊，他们那边都是贵族。那个我熬了，主要就是我熬了德克斯。我熬了，所有的竹子都是熬了。所有的竹子叫熬味。最好的就是通称。德克斯熬味。贵族。它的名字叫德克斯，就是贵族。总称是熬味。所有的竹都叫熬味。有的竹子是很大，太短了，没有必要用。对。所以只有贵族的根可以做。贵族比较好。比较耐。而且耐。不容易烧掉。不容易烧掉。可是老人家他的经验是这样。所以以前阿美族不是比较少看到贵族。还是有台东。以前自己种。因为他那。我的家就有7分地啊。就自己贵族。早期阿美族周围都是贵族比较多。贵族比较多。他不用种，它是自然生长。自然。因为阿美也会吃笋然后要晒干，然后还要当盖房子的，什么用途都很多。贵族比较会用到整个需要的东西来做。对。一般的那个做那巴掌。编织也是用贵族嘛，对。熬有德克斯，misalnya kalau awal itu ke saja bunga ayam mahal. Makapahal. Aku tu tukus mana, 它的节很短，tukus 很多，一节一节就叫tukus。熬了还要解释是熬了，就是节。不过，我们叫不过。不过是吗？你那里烟斗、温度，你听你说阿米说忙不啦？上了哎呀，你那是益处，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比你那个，因为我没有抽烟。对。但是我看老人家，我是看老人家为什么要用抽？第一个是来人，在生活上。生活。我的生活。阿弥很闲的时候。闲的时候。没事做，他就抽烟，而且在抽烟当中，他们还可以聊天。闲聊。所以他们都是在比较没有事的时候坐在一起聊天抽烟。而且人的嗜好都不一样。那有的人是因为他的嗜好就是抽烟，有的人是没事没有事的时候去抽烟。另外就是去山上，我跟老人家还有爸爸去山上，他们会抽烟。为什么要抽烟？有蚊子的时候他们就抽烟，那蚊子会跑掉。烟的熏，蚊子就跑掉。所以去山上会抽。那个阿嬷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到山上去，坐下来就是抽。也不能说是他的。就是打发时间嘛。也不能说他的嗜好，是为了那个蚊子，他要抽烟。就是熏蚊子。熏虫。让虫不会接近。就是虫比较不会靠近。不会接近身体。会不会上瘾？也会啊。然后另外就是他们为了调理心情。调节心情。调心情，也是一本
它像什么不知道。他一天整天都抽吗？还是一根就好了？抽完这个。就是如果习惯的，就一休息开始抽烟。哦，习惯的。没来就抽，吃槟榔打也在抽。也是用这个吗？两方面的。嗯。まともしくね、大概抽槟榔有几缸？我在教打广播。讲故事，然后就。哪里没在教？抽完又讲话。时间。不一定。不一定能够抽多少。会不会洗掉？会啊。会哦。如果你没有抽。哦，没有吸它。为什么他会？他讲话他就。他马上再抽一下。是为了点那个。就保持那个。要有，让它有烧这样子。对，不要让它停。对。然后晚上就。讲话就这样。有个烟。你看，在大山，因为我们从小没有抽烟，就看到你抽烟，就感觉到哇，他那好好。我就想想，他们会调理心情。你有试抽看看？你等他卖一首，都没有。没有尝试一下那个什么味道这样。对呀。以前我记得我有偷抽阿嬷的，她不在就给她抽，因为她没有力气吸的时候，帮我们抽这样，辣辣的。苦苦的，就是呛到，因为我不懂那个调理心情。因为阿妈说他们快没有火了，赶快帮我吸的，帮她吸就是辣辣的，就是那样而已。我为什么没有抽？因为我从小比较很容易生病。我老人家不给我动什么东西。怕身体。会生病吼。因为我生病。因为他身体不好。很容易生病。就是你没有尝过一根。所以我就没有尝过那个烟。所以然后一直到当兵，我们都有领那个烟呢，我的呢都卖给别人。都卖给别人。对，当兵以前以后会有领那个烟补助。在军中都会领，好几条枪。Saka tu sa now maulah ko mapaasay ang tamako sa. Maulah ko no ye竹子竹根烟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想到这一点。因为我到教会以后才相信，上帝给他们的智慧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没办法想到的一件事。他的智慧，祖先的智慧，比我们厉害。他们是开创任何事情，吃抽，就是他们做事情，就是他们以前没人教他们。就自己学。对，自己学。他们会找。自己找。生活需要的东西，不是人告诉他们，然后一个写一个。自己自创。自己怎么样？不烦恼，对。他们互相学，互相交流。对，他看就是写，也没有讲。对。所以我第一个是想到不烦恼，我打算我比较安顿的高，以上帝感恩智慧给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忘记祖先的智慧是蛮伟大的东西。我是放在心中，就是为什么妈你们干嘛不？对呀。他们怎么会想？第一个用这个。为什么知道用这个管子？吸烟管。现在，如果以现在的话来讲，他们很聪明，里面有那个尼古丁，尼古丁有这个，比较不会吸到肉体，就统统留在那个管子里面。竹子
只会那个是哦对，从那边吸，他们那只要烟吗？他们常常会这样哦，很通他们会冲啊，是因为里面有塞住的东西，就是那个尼古丁在里面，对，很奇妙是他们能够为了保持，有的这管会很长哦，那给它隔绝。这长是为了不让这尼古丁进到我们的体内，这个也有它的主要的因素啊，作用。我们呢，古拉比上来了，上来了。那瓜子。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因为他们工作忙啊，很累。累，有抽烟，而且在外很多蚊子，所以抽烟，所以它的用途有什么益处？益处到现在我们都知道，包括我们政府都禁止抽烟，人不能不抽，这是一个生活上的需自己嗜好，没有办法讲。对。所以老人家是不是为了艺术，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虫咬，去山上不抽烟，在家里面。可是他们也很享受那个吞饮吐物啊，这样，常常给他们过就，然后就很享受在那个环境。有的人才要吞下去啊。也要吞哦。有的人会吞下去。也要吞。但是从健康来谈的话，他会有病。以前的人也会有肺病吗？有啊，很多。以前老人家肺病，特别是就因为是这个东西，因为在抽，受到影响。还有来嘛，把它生病。肺病啊，大塞掉很多。以前的他们人一直讲说是那个瘟疫，不是啊。是抽烟的关系。无力风什么大塞掉，其实不是瘟疫，是因为他们说能够吞下去。想到影响还是会有肺病。文字里都肺病。有没有药？你打完不会跟你打塞，就比较少。因为现在药医学发达。对啊。以前也没有什么药。以前没有草药可以医吼。生活上的益处。生活上的益处。那你那都是已经做好了吗？现代已经做好了。已经制作。原来就是马上搓，那个更严重耶，直接他会抽到那个尼古丁嘛。我们以前老人家还有这个。可以保护。所以现在的人为什么？方便。现在人为了方便就拿着马上抽了。他不要这个了。不要，因为他还要放啊。对。因为以前我跟人，你不要带了吗？你拿起，带上。这个。以前我们是看到我的老人家跟我的妈妈放。第一个是为什么这样子吗？什么意思？拿着什么大塞，在爱美，把那个放在头上，当那个装饰。以这个做装饰，顶啊。装饰，人家一看哇，好漂亮。那就插在头上。对。可能以前没有发簪啊，就这样就把发簪想要抽的时候就拿起来就放，然后又方便要抽就拿。对，方便。马上。现在没办法这样做，工作上不能这样。真的一来就抽烟。这是一个是。直接抽了。现在还有这样子抽，用这个抽的吗？乡下有啊。还是有。还是有，我回去还是有看到他们也要用这个，就是这个了。已经换成那样子。这个已经那一种不符使用，但会烧掉啊，而且烧掉了又再重做。越来越漂亮，咕噜做的。那样子是因为怕它烧，对，要隔，就不会坏掉。耐久又耐用，又可以当装饰，又可以，它这里故意当装饰啊，它这里故意，那其实它实际上这个是阿祖以前用的，
他用很久，而且现在保留是纪念这样，就像老师讲的就可以当这样装饰。哎呀，他们跳丰年祭也是这样当装饰，在带，还在带。然后这个是啊。没有通的时候它是这样，哦，原来就哦。这个呢，哦。然后抽出来比较容易，马上就冒烟。它一定会有残留在里面，然后它这样敲嘛，然后它再同意用这个。哦，我以为这个是装饰，原来是。没有。哦。它都会附一个那个挂在那个。抽烟因为它这个是这样放哈，不通啊，它是给你通，通以后就点，完了以后才去丢丢。我还要这样，然后亲一下，有没有通？它的功能厉害。原来告诉你才知道这个是通的，我以为是干嘛的。也是装饰啊。装饰，也很漂亮，一举两得。你伫咧伊遐咯，第三个，即摆个咪上啊爱多啦，温度，伊遐咯。在部落一般是有信心的，他是自己哦。自己需要的时候，他自己做了。自己需要自己做，自己要抽的，自己制作。没有什么硬性说谁会做。没有硬性规定谁要做，就是把阿塞想要抽的人都会自己制作啦。对。通常都做几个，自己要用的。现在的话，生意的人去做。生意的。我跟师母前天到老街，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大部分他们就这样。哦。因为一些叶子一条插进去就可以了。这样抽。哦。很少这样的东西。很少。看不到。那我本来想说，有的话，那给他看，应该你要这样做才好看。我没有到这个时候没有做。没关系，打扰后，下次再制作。然后在那边看见我们认识的人在卖东西。哦，他有在卖。你阿拉吉多拉奥利，什么呢？你说打棒那个盾，能说喊定你打棒啊？可能要挖，那就是埋在土里。就是根嘛，埋在土里面挖。它一定会有的时候它会出来，长出来你去挖，拿了看了以后，看它的档案。哦，它是根。我这个哦，锯。然后你要多长，就多长。已经很老了，都是虽然不容易烧掉的东西。需要找老一点。越老越好。比较黄的。要黄。哦，越老越好。然后这个一定要晒干，然后说很白。你的绿。哦。因为现在还在清晰。晒干它就会变白，更好看。活力。马上现在等下学校就开始做，但是要动先做比较好。很大，我觉得很大。干了以后做很难。哦，要生的时候现采。先挖洞，先挖洞再晒。现采。再晒。生的比较好玩。下手看它的颜色变以后，就可以开始用。你三个会来拜古历信？有没有迷信禁忌？迷信。有啊。你我把它弄啊。你三个还会古历信号？只有人家里有办丧事不能抽。在里面不能抽烟，都有了，是礼貌的。马跳的，我晓得不知道。马跳喊。马跳。你三个就你那不做法了。